Salim 886高息榜上面311零12個月股息率大約正 6.37%， 3116值得正 4.16%。好多人以為3110一定更抵，但查 Global X 官網兩隻年化派息率其實係正 5.53%， 對正 4.07%。點解 SL886 顯示差咁遠？今集拆解計法、持倉同價格效應。內容只供教育，唔係買賣建議。首先要更正，3110係 Global X 恒生高股息率 ETF， 追蹤恒生高股息率指數，港交所50隻淨息率最高股票及 rate。3116唔係恒生姊妹版，而係亞太高股息率 ETF， 追蹤 Selective 亞太高股息率指數，亞太40隻升息率最高股票，台灣約40%，星港日澳等。一隻集中港股收息藍籌，一隻係亞太科技加工業加星澳 REIA。本來息率結構就唔同。SL886 頁面寫明1至6個月，同年初至今係價格回報，股息率係過去12個月派息除以最新價。Global X 官網年化派息率係最近幾次實際派息加總，再除以指定日資產淨值。兩套口徑唔可以直接當同一個數字。你睇榜之前，要先問你關心的是市場價息率，定係基金公布嘅年化派息？3110持倉偏港交所50隻淨息率最高股票及 REIT 行業，以工業、房地產、金融、能源為主。指數仲會剔除波動率最高嘅高息股，標榜較高波幅隨行。SL886 最新價約29.52港元，年初至今價格回報-2.15%， 3個月-10.04%。居網同期基金年初至今約-2%，價格走弱會令 SL886 息率顯得更高。3110每半年3月、9月派息，官網最近一次每股派0.28港元，年化約正 5.53%。SL886 顯示12個月派息約 1.88港元，息率正 6.37%。因為用較低市價去除，承擔額約54.08萬，流動性好好，但高息數字某程度上係價跌出嚟收息蝕價嘅典型信號。3110 3個月對恒指超額約-2.53%，配合附近年初至今回報，說明高息率唔等於跑贏市場。Global X 重要資料亦提醒，派息可從資本撥付。正息率唔代表正回報。若你目標係總資產增長，唔可以只因為 SL886 顯示6% 就加重倉。316係亞太籃子，官網資產配置顯示資訊科技約2%，工業約2%，房地產約1%，地區以台灣、新加坡、香港為主。呢啲成分平均股息率通常低過港股、銀行、公用股。SL886最新價約99.98港元，年初至今正 13.90%， 6個月正 14.76%， 股價升咗，追蹤息率自然被壓低。3116每季3、6、9、12月派息，官網年化約正 4.07%， 最近一次每股派0.52港元。雖然每季派得多過3110單次，但單位淨值接近100港元，隨緣都只得4% 左右。SL886 12個月息率正 4.16%， 同官網接近，因為價格同期偏強。3116 35自治體本州確約プラス 10.95%， 同期3時一例祝意マイナス 2.53%， 同一個高股息標籤。一隻跑輸恒指，一隻跑贏，因為追蹤市場同選股規則完全唔同。港股收息對額太多元，
唔好因為名字都有高股息率就當可以互相提。總結數據，截至2026年6月22日，3110港股高息 SL886 息率正6.37%，成交活躍，但年初至今價格回報偏弱。3116対公式式図プラス4.16%總開放確強6.4 GI 7크라우 산，仲有派息隨邊個加同近期升。實務上想集中港股收息，接受波動同收息蝕價風險，可以研究3110，但要跟價格同超額。想亞太分散，重視總回報多過表面息率，可以研究3116，但要接受台股科技同匯率風險。兩者都應配合主片5個檢查位：派息來源、淨值、成交、集中度、風險補償。今集由 SL886同 Global X 官網拆解3110恒生高股息率同3116亞太高股息率，點解息率差咁遠？完整框架請睇高息唔等於穩陣，備對營收息參考3415。想我下一集拆榜單其他高息 ETF，留言高息拆解二，訂閱 SL886財經。本片只供教育，唔構成投資建議。